大家好，我而家要介紹俾大家一個好正嘅指標，專門用佢嘅價格通道入邊做交易。呢個指標呢係基於 MetaTrader 5平台運作，仲可以直接發送推送通知去你部手機。佢嘅信號準確率有90%，你仲可以喺呢條片嘅說明欄免費下載翻嚟。總之呢，一切都係你哋最中意嗰種。不過我哋一步一步嚟講。咁而家大家睇下呢個指標嘅報價圖表上面就係咁樣嘅。呢個就係 Envelopes 指標。佢會喺價格圖表上畫出一個通道信封，當價格築台收市嘅呢個通道之外，就會俾我哋一個轉向信號。你睇下，基本上每次收市嘅通道外邊之後，價格都會反方向轉翻頭。但係我都有睇過呢個指標嘅其他時間框架點運作，發現佢喺任何資產上面都幾乎有一樣嘅盈利走勢，即係話。我哋見到係啦，報價突破咗通道範圍，價格收市嘅順風通道之外，我哋會見到有啲漸序出現。同時喺設定入邊，我哋可以喺開啟彈出視窗、彈出提示，可以開啟聲音提示，可以開啟電郵通知，仲可以開啟推送通知功能。咁樣啦，我哋就可以完全收到有交易信號出現嘅通知。當然呢個唔係佢嘅聖杯策略，我哋仲有個問題，就係究竟應該喺邊度平倉？我覺得如果等到去到通道嘅對面邊界先平倉，可能會太遲。雖然你見到其實基本上每次有信號之後，價格都幾乎會去到對面嘅通道。如果喺中間平倉，可能又太早，但去到最後先平倉又太遲。所以呢度仲要睇下應該喺邊度設置止賺同止蝕。不過正如我哋所知，最緊要嘅信號係有利可圖。至於資金管理可以再加落去，睇下喺呢個情況下用邊一種方法會最好。我哋中意二元期權嘅朋友一定會好想要呢個指標，因為佢真係好勁嘅顯示轉勢位。當然傳統做外匯或者衍生品交易嘅交易員都應該會覺得呢個真係好正，因為呢個基本上係一套系統，真係可以大大簡化咗中意嘅價格通道入邊交易或者順勢交易嘅人嘅生活。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用嘅交易指標，可以用嚟建立自己嘅交易策略，帶嚟穩定嘅每日利潤。你可以喺 M5 甚至 M1 呢啲時間框架用呢個指標，佢就可以做短線摸頭皮交易，又或者你可以轉去 H4 呢個時間框架，咁就變成中線交易。咁各位，呢個指標呢係基於 MetaTrader 5平台運作嘅，呢個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交易平台，所以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下載呢個指標，喺屋企都可以開始賺錢。我唔係同大家講再見，下次見。